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虽然今天外面很寒冷啊，又下着雨，但我们的心是热的，因为我们要来做什么？我们要来赞美神。跟你的右边说，我们要来赞美神。跟你的左边说，主恩典丰富又奇妙。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主恩典》，我们来赞美他。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让我们再一次，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来，快一点！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啦啦啦，再一次，啦啦啦啦啦，我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是的，主的恩典丰富又奇妙，我们是神是配的，我们来赞美的。我们一起开口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的祷告。今天是我们今年农历年的最后一个祷告会，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边，无畏风雨，无畏寒冷，我们就是要来赞美神。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他，一起开口来赞美他。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因为你从头到尾你都看顾我们，你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我们的心是如何，但是神你对我们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你美好的创造，我们每一天都是神你美好创造的一天。主，我们谢谢你，你从年头到年尾，你看顾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祝福我们，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衣食无缺，让我们能恩典够用。谢谢你，谢谢你那美好的创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哈利路亚！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美好的创造》。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细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你使我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的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再一次，我们再从头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美好的创造，阿们吗？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唱。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细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我使我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对你自己说，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是神，跟你右边人说，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跟你旁边人说，你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真好。再一次来，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谢谢主，我们一起再来祷告。谢谢主，让你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一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你所美好的创造，谢谢你爱我们，因为我们有爱，我们就感受到温暖，因为我们有爱，我们就感受到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谢谢你将你的爱赐给每一个你的孩子，谢谢你也将这爱赐在你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大地。我们相信爱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礼物，爱也是最奇妙的创造，因为有爱我们就不再一样了。谢谢主，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用这首歌。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对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都是天堂。你和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父爱的创造。一路上，让我们彼此照亮，让我们彼此扶持拥抱。如此，我们的爱就可以让这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只要微笑，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是你的爱来包围我们，使我们从耶稣基督里的爱里面领受上帝你所有的恩惠。我们也相信，从岁首到年终，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在线上的或者在现场的，你都眷顾我们，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有盼望在神的国里面。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的祷告会，讨你的喜悦，也愿我们所祷告的，你全然的应允。让我们这小信的人来到你面前，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我们相信，我们求就必得着。我们叩门，你必然为我们开门。谢谢耶稣，谢谢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爱我们一生的阿爸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年底的最后一次的祷告会呢，跟大家相聚啊。这个题目呢，大家分享长阔高深的属灵生命啊。这个如果是真的要讲的话，是讲很久了
到底长阔高深到什么程度？每个人角度都不一样。那我想呢，在我们每一年的开头有2个年，一个就是新历年，一个就是旧历年。所以接下来后天我们就要过旧历年了。可能我们在属灵的操练里面，我们除了透过主日、透过小组、透过个人的灵修，其他还有参加很多的特会都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与世人不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而转变。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不仅是更丰盛，而且是天天可以更新而变化。所以呢，我今天用这个属灵生命呢来跟各位分享。我选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3章21到25节。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耶利米记呢？这个耶利米记后面耶利米哀歌，那耶利米哀歌一共5章。我讲这个背景很简单，就是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毁掉了耶路撒冷之后，耶利米非常非常的伤心，非常非常难过。他期待神能够将他的惩罚以色列人的手缩回，可他没有看到。一直到了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21节的时候，他提到，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有红字把它标出来，是真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包含一直到以色列复国前的这些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留下来的，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以至于这个民族的生命是没有断绝的。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必如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神的应许是从一开始到末了是永不改变的。所以这边第23节提到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为什么是新的？因为神的诚实是极其广大，而这个每早晨是代表的神每一天每个时刻，而不是只有某一天的早晨跟我们同在，某一天的早晨我们起床好像就没有神，也不是说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神才与我们同在，我们喜乐的时候神一样也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的神都是与我们同在。所以每早晨都是新的，是告诉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它不一定是新年才叫新的开始，是每一天每个时刻，当我们一个转念归向神的时候，神那个时候就用他的话语喂养我们，就如同清晨的玛纳一样喂养我们，就如同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的每日研经释义或者新眼光的读经，是神每时每刻他都希望我们活在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怎么变化。当我们属基督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天天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不是受洗了那一天是新造的人，而此后怎么样就过我们自己的日子。神盼望我们是每一天都是过一个他所喜悦的新造的人那样的一个日子，而新造的人要有新的属灵的生命，而这属灵的生命很重要，就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份。所以最近我在查考这个以弗所书，我就发现以前我查考的时候都觉得读过就好了，可是我慢慢发现神的话语太奇妙了，因为它很多的关键字，我今天把红色标示出来，是我自己认为在这节经文里面的关键字。各位以后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我学到很多，虽然我也是60几岁了，可是我觉得从22岁信主到现在，我觉得神在每个时刻都在调整，都在更新，都在变化，让我能够向着他为我所立的标杆直跑。所以各位，神也是
为了你，为你设计了美好的计划，让你也向着他为你所立的标杆直跑。别人的标杆不是你的标杆，我的标杆也不是你的标杆。但是神说，每一个人都一样，叫做每一天都是新的。耶和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份，也就是什么？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边讲最后提到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个必如果拿掉就不一样了，是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各位相信吗？每一天耶和华都会施恩给我们，不管天寒地冻，不管炎热。如果我们回想起来，前几年是不是台湾缺水？有没有？很多的教会起来祷告，连庙宇都去祈雨。我们看到石门水库的水位下降，正午水库也没水，很多水库都没有水。可是神就是这么的奇妙，爱台湾。所以我相信耶和华必施恩给我，给我们每一位。前提是什么？凡等候耶和华的。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聚会，每一次来主日崇拜，那等候耶和华不是让神等我们，是我们到神的殿，我们来等候耶和华。我想这是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是很重要的，尤其对我自己来讲，我也要天天要来调整，要来提醒自己。所以今年度开始，崇拜部有告诉大家，报告的时候都会提什么？主日要准时。我们都从我们试试看，我们自己来做起，也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做起，让神不要等我们，我们要来等候神。那么我今天简单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难过的事，不管是旧的一年或者新的一年的开始，不管是我们的国家，不管是我们的政府，或者是我们的百姓或任何人。但我今天要回到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跟世人不一样的权柄，那就是祷告，那就是祷告。所以我记得常常会有很多牧者会挑战说，你今天祷告有没有10分钟啊？你今天祷告有没有20分钟啊？然后慢慢的加深说，你有没有祷告1小时啊？我印象很深，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不是在长老教会，我是在台北神召会民权西路那个教会。当我踏进那个教会的时候，之后呢，我常常礼拜天很早会带着我的那些学弟学妹，团契的学弟学妹，早上从淡水搭火车到教会聚会，或者礼拜六要聚会前，我都会提早到。我到教会的时候呢，我都看到我那个老牧师啊，他就是坐在那个他自己那个那个办公桌的前面，在那边读圣经。我每次看到他读圣经，我就觉得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不读经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直到如今，他除了读经，他读完我就看着他读完一段就祷告，就主啊，就呼唤主啊。到如今，尤其信主这样快40年的岁月，我真的很感谢主让我常常看到这一幕的典范。所以当我们能够为了主，为了教会，为信主的家人朋友，当我们愿意时时的为了这些而警醒的1刻钟就好，真的神就动工。当然我今天所分享的不是只有说祷告信主，而是说在我们凡事上我们都试试看，因为我们是有权柄的儿女。那么在这边呢，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的生命呢，第一个真的要有长度。我们在座年纪最大应该是刘永康迈向80有没有现在年纪比他更高的那如果说以教会来讲的话，就德明兄将近100那个齐王丢肉也97了，今年就97了，真的感谢主。这不仅超越摩西所说的人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0不过是70，强壮可到80，甚至超越。但回过头来，我们想想，我们每个人在座的，包括线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真的不在乎，常常有一句话叫“生命的不在乎长短，而在乎什么？
它是有意义的生命，特别是基督徒的生命，它是要活出神美好的风采，神美好的计划，神美好的丰盛。所以我要分享说，有的人一生啊，很可惜，到最后是一片空白。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一生从开始信耶稣开始，我们是没有空白的了。虽然我们有时候自己把它留白了，可是神往往在那个时候，就用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继续走在他为我们预备那永生的道路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一生长短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主写下我们人生的故事？所以我想，生命那个长度的意义是在于，我们有写下哪一段的故事，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有一天我们跟神交账的时候，神会说：“你这个忠心的管家。”第二个，我想对我自己来讲，生命一定要有宽度。我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就会常发现到，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我们发现，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几个是渔夫？一个吗？只有彼得是渔夫吗？约翰是不是也是渔夫？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彼得跟兄弟安德烈、约翰、雅各都是什么？渔夫。然后里面有没有税吏？有税吏啊，还有个卖他的犹大啊。可我觉得耶稣很有度量。这些门徒在跟随他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常常丢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常常不懂耶稣的心啊。可是耶稣有没有包容他们？耶稣都一直的包容他们，甚至连彼得3次不认主之后，耶稣一样说：“你就喂养我的羊。”所以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宽度是要实践的。当有人问施洗约翰说：“哎呀，那个约翰也在洗礼哦，那耶稣也在洗礼，那到底我们要听谁的？”问约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约翰的回答很简单，就8个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也以此自我勉励，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要带来有影响力的，而且一定会有影响力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生命有那个宽度，而要有宽度，我想有几项也是我要学习的。第一个，要容得下别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维，我们都能够学习去容得下人。第二点，我们能够吃得了亏。最吃亏的就是耶稣，不是吗？他是万王之王啊，他很吃亏的啊。安息日医病也要给人家骂，要受鞭打，但是耶稣甚至上十字架的时候都说什么？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一样的，有时候我会问我自己说，如果有人得罪了我可能要告诉自己说，主啊，有时候他们也真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可是是不是相对的，也有人会这样来对待我呢？因为我也有我做的，我也不知道。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学习的宽容，能够吃得了亏。其实我发现创世纪里面最吃亏的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跟罗德分产业，对不对？亚伯拉罕说：“你如果向东，我就向西。”结果罗德是选最好的，对不对？真的选最好的啊。可亚伯拉罕有没有吃亏？看起来吃亏，可是神看见了他的宽容，对他的罗德的宽容。当罗德被掳走的时候，他率领他的家丁118位冲去救罗德。他没有因为罗德选一个好地方，然后他就不去救他。所以神继续的祝福亚伯拉罕。我想亚伯拉罕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学习对象。第三个就是当我们生命有宽度，最重要是要受得了气。我讲受得了气啊，有时候在家里面我们有没有受气啊？孩子的气、父母的气、夫妻的气、教会的气都有气。可是神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忍一时之气啊，不可含怒到日落。
我想我们生命要有宽度，对于生气这一块，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学习。其实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我也知道我很容易生气，可我觉得神的话就是在安慰，也在鼓励，他并没有我们因为这样说就放弃了我们。所以我想宽容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受得了气。最后一个宽容的一个要件是要能够彼此饶恕。我想彼此饶恕，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有提到，在基督里面彼此饶恕，这就能够将神的爱不断的展现出来。第三，我觉得生命真的是要有高度。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外面，特别是基督徒，我们有社会地位的高低，我们有成就的不一样。但是我常想，如果今天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的万主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们是不是神的爱子？不是，神的爱子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养子。慢慢你去了解，神真儿子是耶稣，我们是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最重要的是说，如果神把我们当作他是他的儿女，那您是钻石还是石头？你觉得在神的眼中，你是钻石还是石头？应该是钻石吧，因为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子啊，我们当然是钻石，我们怎么会是石头呢？所以我想，对于我们自己有了这样的宽容的角度，我们更好这样的高度去看。我想亚伯拉罕75岁离开了乌尔，一直到他99岁生了以撒，神给他应许一个儿子，他从此没有再回去哈兰了。我们再看看摩西，他80岁才出埃及，可是前面40年，他曾经做了埃及的王子，他有没有再回去做王子？没有，因为他知道神有给他更大的使命，是要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成就神在400多年前应许的，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我们再看看保罗，保罗是一个本来迫害犹太人的，但是他在往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之后，他最后说：“我看万事如同什么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所以，真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都要来学习，试试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高度，来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作为，而让我们跟过去不一样。我想生命要有高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因为有品德而有高度。我们基督徒不能向世界倾斜，世界喜欢的往往是神所不喜悦的，世界所希望我们去做的，往往是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徒是分别为圣。我们基督徒分别为圣，是在神的爱里面，神的恩典里面是分别为圣。我们是要从世界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神说，我们不能贪爱世界。我们如果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也以此自己勉励，我们要因为我们跟世人分别出来而不一样，有这样的高度。第二，要因着有愿景而有高度。迦南教会59年前，几十位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方，将近60年的时间，我们教会这样经过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长子、牧师的耕耘服侍，才有今天的迦南教会。我们是因为我有一群有愿景的弟兄姐妹开始带领，所以各位也看到了周报，也看到了聘牧的过程。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整个一个聘牧的一个程序里面，有神的保守，有各位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新来的主任牧师能够继续带领迦南教会向前行。我想，如果我们在别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以前的我，那么就是一种转变，我们就会不一样。最后呢，我想要提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有深度，生命也要有温度。
这个深度呢，我也期待我自己多一点点人生的经历，不要越老越糊涂，要越老越懂得神的心意，要多一点体贴跟包容，多一点的深思熟虑，多一点的为别人留一步退路。其实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是有时候讲是很浅的，事实上是常常很软弱。可是当我们去思考，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想我就要检视我自己，我是不是我的历练，我有体贴包容吗？我有深思熟虑吗？我有帮别人在贴标签吗？向我的弟兄姐妹，向我的同工贴标签吗？向我的家人贴标签吗？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时刻，最后提到生命要有温度。我们成为基督徒，特别快要过年了，我们过年都会讲好话，对不对？我也期待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的说话是更有温度，让我们的做事是更有温度，让我们的做人是更有温度。最后我用一个故事做结束。在非洲是一个很穷的地方，有个地方很穷，有个宣教士他就到非洲以后，他放了一大篮的苹果在很远的地方，孩子都吃不饱，何况有人看到那么一篮的苹果。他跟这些孩子说，你们谁第一名跑到那边去了，那一篮苹果全部都是他的。结果有一件事发生了，当他说预备起跑的时候，这一群孩子不是自己跑，而是他们手牵手一起跑到终点。期盼新的一年，我们也一起手牵手，一起来享受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一篮的恩典。愿主的祝福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是你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享受不一样的人生。你使我们的生命有高度有宽度，你使我们的生命有广度有深度更有温度，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天天新造的人，不仅要讨神的喜悦，更能够合神的心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养分，天天的喂养我们。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回应。在看无水之地，我寻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接下来我们要做赞美和感谢的祷告。一，宇宙万物归上帝，一切源头为上帝。神是做新事的神，我们思想神的恩典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事，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感谢主的恩典，上礼拜2月4号的会员合会在主的带领中顺利完成，也透过长子同工的分享，弟兄姐妹更加了解教会的事工。接着我们要稳定脚步，迈向另一个新的旅程，在神的带领中为主兴起发光。感谢神也差遣议长林伯寿牧师2月4号主日来到我们当中，
分享信息，放下这个信息，以及主持会员合会非常的顺利。最后，我们要感谢，也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奉献是分享，感恩是加增。感谢神赐福迦南教会财物不缺乏，弟兄姐妹就有一颗愿意奉献爱教会的心。愿我们有更多更深的来经历神丰盛的泉源不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啊，谢谢你在上礼拜我们的合会能够如此的顺利。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带领，主啊，使弟兄姐妹更加知道教会的需要，更能够体贴在你的教会当中，与神分享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在这边，我们彼此造就。谢谢主，因为你是一切源头的主，你也是能做新事的主，更是能使一切在。主啊，因为你更为美好的主，是有主，你的圣光，你的亲自在宇宙，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做什么？主，我们要赞美你，在你所创造的这个当中，不仅顺利，让我们再一次体会神的奇妙伟大，更加的清楚。主也谢谢你，让我们在2月10号下集会，谢谢你的完成。谢谢耶稣，让我们在奉献上也能够尽心尽力，主啊，扩张神你的国度，让得救的了解发的家教会。谢谢耶稣，让我们更清楚明白。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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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我们要为此谢谢。哈利路亚。继续，我们要为全球国家跟城市来祷告。我让各位也看到，大陆安徽省宣布城市增加1例的新型 A 型流感。这种人类的感染病例，也求全能的天父，使世人早日脱离新流感的疫情威胁，让世界各地人民的身体平安不遇危险。其次，台湾疾管署预估流感 COVID-19 的疫情会在这一周达到高峰，预估寒流过后会添了很多变数，而新冠疫情持续且到处流行，已经又进入流行期。那我们要继续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完整的施打疫苗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并着信靠神，不惊不慌的持续日常生活，稳定聚会。第三，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们要为立法院已经选出新的院长、副院长，求主帮助立法院的委员们能够引导国家未来的发展，求圣灵动工，将神的律法放入立法委员的心中，制定出符合国家利益与建设蓝图的各项法案。让我们一起开口为以上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天地都是你的，我们要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全球，你所创造这美好的地球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病痛、病菌，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到处的传流。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谢谢耶稣，让我们因为你是爱我们到底的神。施下你的怜悯，在你所创造这个地球上面，使我们世人能够早日的脱离这流感的疫情和这样的威胁，让我们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能够在你所创造当中静下来，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谦卑自己，来认识神，谦卑自己，来认识那创造天地的主，也祝福我们在台湾这个地区，目前新冠流行、新冠的疫情也正在流行，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怜悯你这个你所赐的这美丽的岛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我们请秀玲执事来带领我们祷告。谢谢，信靠神。是的，亲爱的天父，你是有慈爱、有怜悯的天父，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
求主你保守世人能够早日脱离这个新流感疫情感染的威胁，并且赐下免疫力，帮助我们能够远离病毒。对于一些已经确定确诊的人，也求主你能够免去他们心中的惊恐与害怕，有平静安稳的心，能够有好的睡眠品质，依靠着你的大能恢复健康，身体强壮。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特别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针对对岸持续军事的恐吓、外交上的打压，还有立法院扩权的争议，民众的食安问题，求主你掌权，能够赏识执政团队有成员，有足够规划出解决危机的可行性方案，能够同心合一、忠心的来管理台湾这一块土地，也求圣灵动工，来软化这些试图扩权立法委员的心，那将神你的律法、公义还有道理，能够放入他们的心中，制定出符合国家利益与建设蓝图的各项法案。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继续要为教会来祷告，那么使聘牧的工作能够继续的来顺利完成，那新的牧师能够早日的到任，来带领教会。那第二点，我们要为社区关怀据点新到任的赵辅员谢欣怡来祷告。我们也见过他了哈，他非常亲切。那请大家也为他祷告，能够熟悉工作环境，要跟干事们有好的相处融洽。那也为据点的长者在服务中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那么第三呢，这个礼拜主日一样是有2场哈，我们邀请詹俊义长老那为他来祷告，求主纪念他的服事与摆上。那第4点，今年教会推动每日新眼光读经以及研经释义，那求神的话语跟圣灵的大能运行，充满祝福每个神的儿女与家庭，并且造就更多神国忠心的工人。那最后呢，就是全教会一起渴慕神的圣灵，为每周3晚上8点的祷告会祷告，愿我们同心献祭，愿神大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项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所做的事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你所做的事，我们为教会聘牧来仰望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这么快的就为你自己的教会来找到合适的牧者。求你带领整个小会、中会，甚至所有的会友、长职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个聘牧过程里面能够同心合意。主啊，让我们将这样一个聘牧的事情，借着祷告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掌权。主耶稣，我们也为据点的谢欣怡来祷告，求主恩待他在服事当中，主啊，让这些长者们有更好的体会神的爱。因为2月11号的主日来仰望你的名，主啊，保守詹俊义长老在这2场礼拜当中释放你的信息，让弟兄姊妹得着帮助。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主赞美。步上轨道。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是听祈祷的主，你也是做新代志的主。主啊，你所做是超过阮所想、所看、所理解的。主，阮献上感谢。主，阮感谢你圣神，遮尔啊短的时间，你就为阮备办真好的一个牧者的候选人。主，阮献上感谢。拜上帝，阮恳求圣神，你继续带领，互阮这教会的聘牧的事宜，拢会当顺利来完成。互新的主任牧师伫个正会友大家认同下面来监选完成，求主圣神的带领，会当早一日来到任，继续引带教会来向前来迈进。主你所设立的标杆来努力。主上帝，我来将新的教学员谢欣怡交托伫你的手里，伊检测对这个环境也阁无真熟悉，主王恳求圣神你家己贵来，家己智慧，互伊会当真紧来上手，而且甲干事每一个人拢是真好斗阵，对你所服务的长辈，都会当透过伊来感受主你的疼痛。拜上帝，我来献上恳求，求你圣神来大大施恩。
束福伫准务长老，过来即个礼拜伊要来阮邀请伊要来讲道，恳求圣神你透过伊的嘴，互伊的讲道内容，互阮会当来领受到对你来恩典，领受对你来话语，成就阮生命的帮助。阮也将教会所推动的灵修的活动交托伫你的手里，求上帝圣神你鼓励你来催逼每一位兄弟，拢愿意军队主你所设立的所你的话语来读主你的话。透过读主你的话来明白主你伫阮每一人身上的旨意，明白阮每一人所领受的功课，愿意付出时间代价，愿意来甲主来相甲斗阵，透过安尼，互阮灵命会当来成长。主啊，要上帝，主你恳求你圣神来帮助鼓励阮每一位会友，无论是来到线顶，还是来到现场。伫祈祷会中间，拢会当透过祈祷，甲主你相拄，互阮的教会的祈祷会是哪来哪活力，哪来哪侪人来参加。爸上帝，阮即马大概拢35至45这中间，这个人数伫个参与尔。爸上帝，阮恳求你圣神，伫互阮每一位兄弟拢会当看见安尼祈祷的需要。伫个第3月底进前，阮会当渐渐人数会当加添到50个人来参与，继续互这个祈祷的会会当哪来哪到。阮将这个祈祷的渴望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主圣神你来鼓励，你来听阮的祈祷，安尼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彼此代祷代祷分享代祷时间大概3分钟咱彼此找一位兄弟来姊妹尽量是姊妹甲姊妹嘿，咱会当做互相来祈祷阿某会使，感谢主要为我们的许多的肢体来祷告。那或许肢体的祷告内容比较多那有些你记得的我们有分成人牧区有青年牧区，还有儿童牧区那特别呢要过年了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必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过年假期引导我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特别是为交通安全来祷告，那求主保守大家快乐的出门，平安的回家。那特别是2月11号要记得主日要回来聚会。那么也求主保守大众交通运输能够畅通平安。那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是公务人员的，为民服务的，能够加倍得神的祝福。我们也要为这些在春假期间仍然要上班的来祷告。那特别在过年当中这个有人说千万不能吃得太胖，不然会认不出来哈。所以呢，过年期间的作息依然有纪律，适量的饮食、睡眠跟运动，灵魂兴盛，重新得力。那特别也为教会全职干事团队来祷告，愿神纪念他们为教会大小事务劳苦尽忠，祈求神赐予他们各样恩赐，以侍奉神的心保守他们的工作。那他们在休假期间呢，使他们的身心也能够全然休息，灵里面得着保护。那么在这边我也要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是提醒我们自己，碰到我们干事的时候，多一句辛苦了，多一句辛苦了。那么我们先为以上这个过年期间的一些内容一些的内容来祷告，交通安全那以及过年期间有纪律，还有为有全职干事，我们现在一起开口来祷告，为这3件事。所以说，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过年期间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再过2天就要过农历年。主，谢谢你，你的仰望在你手中，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祈求神祝福我们在这个年度当中，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出入都蒙。将这一年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大大小小恩典的事情分享出去。春节假期期间，无论是返乡的，或者是出游的，无论是在国内的，在国外的，主你都祝福，主你都保守，让大家一切都能够平安、健康，那些为民在服务的，也求神你祝福他们。我们也为着教会的全职干事来祷告。继续，我们要为成人牧区第8组丽梅姐，那么她癌症治疗，白血球过低，求主保守她尽早能够恢复正常，可以出院。那么第9组徐义祥母亲丁淑文来代祷，因为乳癌是第2期，2月16号下礼拜要化疗，求主来医治。那么第14组黄淑英先生大兴正王来代祷，因为急性的盲肠炎造成周边感染，那目前住院治疗中，求主来保守医治。所以我们先为这个成人牧区这3位丽梅姐，还有这个丁淑文，还有这个大兴正红急性盲肠炎，我们一起开口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带领将丽梅姐、这3位弟兄姐妹，将大兴正红弟兄，我们将这3位来医治他，让这个白血球过低现象能够快速的主要来提升起来。甚至于他的化疗的过程里面，渐渐有体力，更求神你来祝福大兴正红，让他急性盲肠炎感染目前的住院，求主你亲自医治，求主你医疗，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依靠神来被得医治，只要他们愿意开口向神求神医治他，给他们信心。在这个化疗的过程里面，他们勇敢的去面对，透过医生的手，透过药物使他能够得着，能够减轻这个化疗当中的痛苦。主我们谢谢这些，主你在病榻中扶持药物，主他们仰望你的名，主就减轻他们在这医疗化疗过程里面这样的难受。求主你安慰的名与他们同在，谢谢耶稣，祷告耶稣的名，被神来拥抱，谢谢主。继续我们要为青年牧区指宣他十字韧带的开刀术后的恢复非常顺利，求主让他能够刚强起来，健健康康的为主来做见证那么2月18日主日青年牧区有献诗，那求主赐福每一位青年，每一次的服事是越加的甘甜，在主里面的关系也能够更加的紧密。那青年牧区2月17号
夏令营有筹备会，那计划邀请更多愿意委身服事的青年成为教会的同工，让夏令营不仅是一个活动，而是带领灵魂认识主的天国的事工。儿童牧区部分呢，特别求主来保守我们的这些老师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有智慧用神的话语来带领这些孩子们，帮助这些孩子培养合神心意的信仰态度。那也为儿童夏令营的筹备跟青年一样，为他们来求主来代祷，求主来带领呼召同工，那让他们有智慧，常常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唯有同工和同心合意，神的工就会很顺利的进行。那么儿童牧区最后就是要为苏晴赵苏晴的阿嬷过世，那2月7号告别式，就是在今天那求主安慰，也保守这个苏晴和他的家人我们一起为青年牧区跟儿童牧区来代祷。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带领青年牧区和儿童牧区在干部事的期间，主奠下了人类好的基础，纪念在苏晴的付出，主特别是宣到了10周年的时候，恢复的顺利，求主继续带领他，主我们也看见他在青年牧区乐意的服侍，求主你继续为他开道路，来保守帮助他们青年们在下个礼拜主的献诗，能够尽都顺利，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更加的合一，特别是青年牧区和儿童牧区的夏令营的筹备，都能够有主的看顾，祝福这些老师们身心灵得到健壮，祝福这些同工们与主相遇，那靠着他加给他们力量的，他们凡事都能做，他们应当靠着耶稣，要更多的儿童、更多的青年来归向主，来得着永生，得着永生。主，我们赞美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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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抒情来仰望你的名，他的阿嬷过世，今天的告别式尽都顺利，求主你继续纪念带领。我们说一人得救，全家要得救。谢谢你，求你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保守他的心，谢谢安慰他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祷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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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祷告排列在你面前，你亲自一一的纪念。主啊，谢谢你。你说君王的心如同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愿我们的心也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是随着你的意来流转。主，我们将我们的肢体特别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使他们在新的一年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你，因为你纪念你的儿女每一位他们所摆上的，不论是时间，不论是奉献，不论是态度，主，我们都求你一一的纪念他们，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更相信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因为你就是那万王之王，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你，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会友的诗歌。芥菜种的细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细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拍手，将荣耀归给神。请坐，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愿主的平安都与每个人同在，阿们。我们祷告会到此结束，谢谢。